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科考，台語安尼寫科考。華語的追究、計較，台語講科考。頭家人愛較有腹腸咧，員工小小失誤就莫科考咯。伊的行為雖然有淡薄仔欠點，但是並無造成傷害。你安尼直直甲人科考，實在真無意思。有一句俗語講：會曉偷食，袂曉切喙，就是咧講做代志袂曉收尾，留下證據，互人科考。啊，若講到台語，南腔北調，雜錯腔口，有北部腔，有南部腔，有海口腔，閣有漳泉南，所得聽有就好，毋免想科考。科考閣有另外一個意思，考究研究。代志已經過20冬啊。當年的真相已經無法度科考，要科考這個人真正的身份有困難，因為完全找無相關的資料。今仔日的台語字科考實在真趣味。